复国党台湾安全的主张。台湾要真正永久的保有和平与安全，除了被动防卫之外，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台湾的复国党中国人联合大陆与海外的中国人凝聚共识，形成跨地域、跨世代的灭共力量，团结力量大，摧毁中共暴政，推动中国民主化，建立一个以中华民国为国民、自由民主宪政的联邦中国。这是台湾人与全体中国人走向永久和平与安全的共同唯一道路。復國黨台灣安全的主張，台灣要真正永久地保有和平與安全，除了被動防衛之外，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台灣的復國黨中國人聯合大陸與海外的中國人凝聚共識，形成跨地域、跨世代的滅共力量，團結力量大，摧毀中共暴政，推動中國民主化，建立一個以中華民國為國名、自由民主憲政的聯邦中國。這是台灣人與全體中國人走向永久和平與安全的共同唯一道路。